之前我講過，上醫治未病，世界上其實最好嘅醫生就係你自己。古語有云：上醫治未病，中醫治愈病，下醫治已病。而家我哋相信嘅西方醫學，大部分都係下醫治已病。千年嘅中醫智慧話俾我聽一件事：預防勝於治療。而家好多人一有心病，馬上去睇醫生食藥，其實佢忽略咗人體結構非常複雜，佢有一個龐大有效嘅抵禦系統同治療系統。呢個系統比所有藥物都可能更有效。我哋平時捱夜、作息不定時、飲食唔均衡、長坐不起、唔做運動，身體有毛病唔理。其實我哋知道所有機器都要定期維修、定期保養，咁點解人唔需要？所以今日我哋開始諗諗呢個問題，重新釐定我哋生活方法。真正嘅養生永遠唔係靠食物補品，而係靠日常嘅生活自律、作息定時、飲食均衡、適量嘅運動，身體會話俾我聽有咩問題發生。平時做嘢放平心態，不急不躁，穩定情緒，調理身心氣血。我哋知道百病生於氣，如果情緒穩定、生活有序，呢啲就係防病嘅良方。健康從來唔係補救，而係長期嘅修行。善待身心，自律自持，我哋就係自己最好嘅醫生。我係 Jones，Thank you。